謝霆鋒贏咗全世界嘅掌聲，但最後輸俾咗一個細路仔。同一張紙，就喺嗰場耗資2.8億港幣嘅世紀婚禮上，3架私人直升機，半個娛樂圈嘅賓客，所有人都望住呢場豪門盛宴。但最後真正令全網靜晒嘅，唔係煙花，唔係鑽石，更加唔係婚紗，而係一張只值5毛錢嘅宣紙。嗰張紙好似一記無聲嘅耳光，狠狠打醒咗所有人。請柬發出去嗰日，全網都等住睇張柏芝笑話。一個被放低嘅女人帶住2個子女，面對前夫即將舉行嘅亞洲頂級婚禮，大家估緊佢會唔會喊，會唔會崩潰，會唔會失控？但所有人都估錯，最後等到嘅唔係眼淚，而係一封退返去嘅請柬。管家面色難看咁返到酒店，當謝霆鋒打開嗰張皺巴巴嘅宣紙嗰刻，整個人愣住，手指開始發抖，呼吸都停咗幾秒，因為紙上面只有8個字，冇一句責罵，冇一句埋怨，但就憑呢8個字，令一場耗資數億嘅世紀婚禮變成全香港最大嘅諷刺。嗰8個字就係前塵已清，各自生歡。好多人以為呢係一個女人對舊愛最後嘅反擊，但後來先發現，真正寫低呢8個字嘅人，竟然係一個12歲嘅小朋友，一個少年，用短短2分鐘完成咗一場成年人都未必做到嘅體面告別。咁呢8個字到底係點樣寫出來？嗰個下午，香港大埔半山別水區剛剛落完一場雨，空氣裏面帶住濕潤嘅涼意，樹葉上仲掛住未滴完嘅水珠。一架黑色邁巴客慢慢停喺張柏芝屋企門口，車門打開，行落嚟嘅係謝霆鋒婚禮請返嚟嘅英國高級私人管家。佢手上捧住一個紫檀木托盤，托盤上鋪住深紅色天鵝絨，正中央放住嗰張傳聞價值不菲嘅燙金請柬，邊緣鑲住碎鑽，陽光照落去，閃住一種冰冷嘅光。但呢一刻，呢張請柬已經唔單止係邀請，更似一種身份展示。管家按響門鈴，10幾秒之後，門開咗，開門嘅人唔係傭人，唔係張柏芝，而係剛剛結束擊劍訓練返嚟嘅昆塔斯，12歲嘅少年，身上仲着住白色擊劍服，手上拎住擊劍面罩，額頭仲有訓練之後嘅汗珠。佢比同齡小朋友高少少，身形仲帶住少年人嘅單薄，但眉眼之間已經越來越似年輕時候嘅謝霆鋒。只不過謝霆鋒年輕嗰陣，眼神裏面有叛逆，有不服輸嘅鋒芒，而呢個孩子嘅眼神裏面更多嘅係沉靜，一種唔屬於12歲年齡嘅冷靜。管家明顯擰咗一下，佢估唔到開門嘅竟然會係個孩子，但好快佢恢復反職業式微笑，將托盤遞向前，用標準倫敦腔英文講：謝少爺，這是拎磚嘅婚禮請柬，佢特別交代，希望你同 Lucas 少爺可以作為家屬代表出席。如果張女士願意參加，亦都會安排適合嘅位置。聽落去好客氣，但每一句裏面都藏住成年人嘅暗示。咩叫家屬代表？意思係你係佢個仔，但你已經唔再係佢生活裏面嘅主角。咩叫安排位置？意思係你哋可以出現，但你哋已經唔屬於呢場婚禮。佢哋以為一個12歲嘅孩子聽唔明呢啲彎彎繞繞，但昆塔斯聽明白。如果換成普通小朋友，可能會嬲，可能會喊，甚至可能直接將請柬撕碎。但昆塔斯冇，佢連望都冇望一眼嗰張雙鑽請柬，只係輕輕放低手上嘅擊劍面罩，然後望住管家，平靜咁講：請稍等，家母唔喺度，長輩嘅信理應由我來回覆。這一刻，管家第一次認真望住眼前呢個12歲少年，因為呢句話根本唔似一個小朋友講出來，更加似一個已經決定保護自己家庭嘅男人。隨後，昆塔斯轉身走入客廳，留下管家一個人捧住托盤，站喺門口。客廳裏面靜到連空氣都好似停咗，只剩低牆上面嗰隻老式座鐘滴答滴答，一下又一下。昆塔斯行到書桌前，冇打電話問媽媽，冇拎手機求助，亦冇打開電腦查任何資料。佢只係靜靜咁拉開抽屜，拎出一張最普通不過嘅宣紙。嗰種宣紙你喺任何一間文具鋪都可以買到，1到100張，冇精美包裝，冇特別價值，紙面甚至仲可以睇到植物纖維嘅紋路。同外面托盤上面嗰張雙鑽請柬相比，一張似皇宮御物，一張就似普通草稿紙。但冇人知道，真正決定這場風波結局嘅，正正就係呢張不起眼嘅紙。昆塔斯坐低，拎起毛筆，蘸咗蘸硯台裏面剩低嘅墨，嗰啲墨已經有少少乾，
佢只係加咗兩滴水，輕輕磨咗幾下，然後開始落筆。門外嘅管家透過半開嘅門縫，靜靜望住裏面發生嘅一切。佢心裏面可能仲覺得好笑，一個12歲小朋友可以寫出啲咩？可能係幾句賭氣說話，可能係幾句責怪，甚至可能寫啲難聽嘅字。因為喺成年人嘅世界裏面，只要你失控，只要你憤怒，只要你表現出不甘心，對方就贏咗。但佢哋最怕嘅，從來唔係你喊，唔係你鬧，而係你平靜到連回應都唔需要。昆塔斯握住毛筆，手腕懸空，動作唔快亦唔慢，一筆一畫非常穩定。雖然年紀細，但落筆之間有一種超越年齡嘅沉穩。白色嘅劍服穿喺佢身上，由背後望過去，竟然有幾分似古代披甲少年。唔係因為佢有幾強大，而係因為嗰一刻佢已經開始承擔一個家庭嘅重量。大概2分鐘之後，昆塔斯停筆，佢輕輕吹乾紙上未乾嘅墨跡，然後將宣紙摺好。不過摺得唔算特別整齊，邊角甚至有少少歪。畢竟呢唔係一件精心包裝嘅禮物，而係一個孩子最後一次表達自己嘅心意。佢將摺好嘅宣紙放喺手心掂咗一下，好輕，輕到好似一片落葉。但有時候真正沉重嘅東西，從來唔係重量，而係裏面藏住嘅情緒。昆塔斯冇搵靚靚信封裝住，冇加任何多餘修飾，佢只係拿住張紙，慢慢行返去門口。管家仲等緊，佢可能以為呢個小朋友終於寫完一封情緒化嘅回信，但下一秒，昆塔斯做咗一個令佢完全意想不到嘅動作。佢先將原本嗰張價值不菲嘅燙金請柬輕輕放返喺玄關櫃上，然後將自己寫嗰張普通宣紙放回紫檀木托盤正中央，放喺深紅色天鵝絨上面，一張價值連城嘅請柬，一張幾毛錢嘅宣紙，形成咗一個極其諷刺嘅對比。昆塔斯望住管家，語氣依然平靜，甚至帶住一點禮貌。佢講：麻煩你帶返去，同佢講，不用準備我哋嘅位置。講完，佢輕輕點了一下頭，唔係恭敬，亦唔係討好，而係一種我已經講完，你可以走嘅姿態。然後佢伸手拉住門把，輕輕關門，冇大力，冇怒敲，冇摔門，只係咔嗒一聲輕微嘅門鎖聲。但喺嗰個安靜嘅下午，喺半山別水區濕潤嘅空氣裏面，這一聲卻好似一記響亮耳光。管家站喺門外，整個人愣住，佢低頭望住托盤裏面嗰張宣紙，又望住已經關閉嘅大門，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手上捧住嘅可能唔係一封普通回信，而係一場即將爆發嘅風暴。佢轉身上車，黑色邁巴客慢慢駛離半山，但佢唔知道呢張看似普通嘅紙，幾個小時之後將會令整個華人娛樂圈徹底翻天。邁巴客穿過半山山路，一路駛向中環最高級酒店總統套房裏面，燈火通明，維多利亞港嘅夜景透過巨大落地玻璃映照喺整個房間。此刻嘅謝霆鋒正坐喺真皮沙發上，手裏拿住一杯紅酒，臉上帶住一種一切已經安排好嘅輕鬆。婚禮準備咗整整1年，耗資2.8億，私人飛機、直升機、煙花、頂級品牌，所有細節都準備向全世界證明佢擁有自己想要嘅人生。旁邊天后正試着婚禮禮服，設計師圍住佢調整最後細節，象牙白高定禮服，上千片手工蕾絲花瓣，每一個角度都經過精密計算，一切看起來完美無瑕。直到總統套房大門被輕輕推開，英國管家走咗入嚟，但今次佢嘅腳步明顯冇之前咁從容，面色亦有少少發白，而佢手上嗰個紫檀木托盤裏面已經唔再係原本嗰張華麗請柬，取而代之嘅係一張摺得唔太整齊，邊緣甚至有少少毛糙嘅宣紙。空氣瞬間安靜，總統套房裏面原本輕鬆嘅氣氛喺管家出現嗰一刻瞬間凝固。謝霆鋒放低手上嘅紅酒杯，抬起頭望住管家手上嗰個托盤，眉頭慢慢皺起。佢第一時間問：請柬送到未？2個字點講？張柏芝當時咩反應？問呢啲問題嘅時候，謝霆鋒語氣裏面帶住一種絕對嘅自信，因為喺佢心裏面呢件事根本冇第二個結果。佢覺得就算過去有過爭執，就算大家關係疏遠，但面對一場轟動全亞洲嘅婚禮，面對一個父親發出嘅邀請，2個仔始終都會出現。畢竟
邊個小朋友唔想參加爸爸嘅婚禮？邊個小朋友唔想見證父親人生裏面最風光嘅一刻？佢相信血緣關係始終可以蓋過一切。但今次管家冇立即回答，佢喉結輕輕喐咗一下，然後慢慢將托盤舉高，聲音裏面帶住明顯嘅緊張。謝先生，張女士當時唔喺屋企，呢封回信係你二公子昆塔斯親手交俾我嘅，而且佢將原本嘅婚禮請柬退返嚟，一句話，整個房間靜到可怕。設計師停低手上嘅動作，工作人員互相望住，冇人敢出聲，因為所有人都意識到事情好似唔簡單。退返嚟，謝霆鋒眼神變咗一下，佢甚至懷疑自己聽錯，一個12歲嘅孩子竟然退返佢精心準備嘅婚禮請柬。佢下意識望向旁邊嘅天后，對方冇講話，但手上嗰個化妝鏡輕輕放低咗，空氣裏面多咗一份說不出嘅壓力。謝霆鋒冷笑一聲，第一反應係一定有人喺背後影響孩子，一定係張柏芝教佢咁做。畢竟喺成年人世界裏面，好多人都會覺得小朋友唔會有自己嘅決定，一定有人操控，一定有人安排。佢帶住幾分不耐煩行到托盤前，伸手拎起嗰張普通宣紙，嗰張紙同房間裏面所有奢華嘅東西顯得格格不入。四周係名貴香水味，係鮮花香味，係珠寶同高級布料嘅氣息，但呢張紙只有淡淡蜜香，甚至仲帶住少少紙張本身嘅味道。謝霆鋒皺住眉，將宣紙慢慢展開，下一秒佢整個人僵住，仿佛時間停咗，手指停喺半空，眼神死死望住紙上面嘅字，因為上面只寫咗8個字：前塵已清，各自生歡。短短8個字，冇憤怒，冇責怪，冇一句你對不起我哋，亦冇一句我恨你。但偏偏就係呢8個字，比任何一句針更加鋒利。前塵已清，意思係過去嘅一切已經過去，唔再追究，唔再糾纏，唔再期待，而各自生歡。更加直接，你有你嘅人生，我有我嘅生活，你去追求你想要嘅幸福，而我哋唔需要再參與。最傷人嘅地方唔係恨，而係已經唔在乎。因為一個人會憤怒，代表心裏面仲有位置；會爭吵，代表仲有期待。但真正放低一個人，係連責怪都覺得浪費時間。謝霆鋒望住嗰8個字，手開始輕輕發抖，因為佢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可能失去嘅唔係一場爭執，而係2個孩子心裏面那個父親的位置。旁邊嘅天后慢慢行過嚟，從謝霆鋒手上接過宣紙，佢低頭望住，表情一開始仲保持平靜，但幾秒之後眼神明顯變咗，因為佢同樣明白，呢唔係一句普通嘅孩子氣說話，呢係一個孩子經過長時間失望之後做出嘅最終選擇。2個喺娛樂圈經歷過無數風浪嘅成年人，見過各種輿論攻擊，見過各種公關危機，但佢哋從來冇想過，一場準備咗1年、耗資數億嘅婚禮，最後竟然會被一張普通宣紙打亂晒所有節奏。謝霆鋒望住管家，聲音變得沙問：佢寫嗰陣真係呢個態度？管家低低點頭，係。二少爺當時非常平靜，佢剛剛訓練完返屋企，仲着住擊劍服，寫完之後仲好有禮貌咁同我講多謝。謝霆鋒聽完，整個人沉默，因為最難接受嘅唔係孩子發脾氣，而係孩子已經平靜到唔需要再向佢解釋。嗰一刻，謝霆鋒突然想起好多年前嘅畫面，想起2個仔小時候撲入自己懷裏面嘅樣子，想起佢哋叫爸爸嗰陣，想起曾經擁有過嘅親密。但而家呢啲回憶好似隔住一層霧，明明存在，卻已經觸摸唔到。佢終於意識到，有啲東西唔係有錢可以買返，唔係一句以後補償就可以重新開始。因為孩子成長嘅時間一去就不會反轉頭。而另一邊，天后將嗰張宣紙輕輕摺好，放反喺桌面，撫平指角，望住窗外維多利亞港嘅燈光。嗰一刻，佢身上價值不菲嘅婚紗突然顯得有啲刺眼。原本象徵幸福嘅白色，竟然多咗一種說不出嘅諷刺。因為佢終於明白，真正嘅體面，從來唔係一場盛大婚禮，而係面對過去，仍然可以保持尊嚴。但佢哋唔知道，真正嘅風暴先剛剛開始。因為管家離開半山別墅嗰陣，已經有人偷偷記錄低咗一切，
而嗰張宣紙上面嘅8個字，即將引爆整個華人娛樂圈。管家可能永遠都估唔到，自己由半山別墅帶返酒店嗰張宣紙，竟然會成為一場輿論風暴嘅導火線。因為喺佢離開張柏芝屋企嗰一刻，遠處一個角落已經有一雙眼睛，靜靜咁記錄住一切。一個長期跟娛樂新聞嘅記者，早已經喺附近守候多日。佢用長焦鏡頭影低咗管家手上嗰個托盤，影低咗嗰張普通宣紙，亦影低咗上面隱約可見嘅墨跡。當時冇人知道呢幾張照片將會改變整個故事嘅走向。當晚8點，一張未經任何修飾嘅照片突然出現在網絡上，配文只有一句：謝家義少爺退回世紀婚禮請柬，親筆寫下8個字，短短一句話，瞬間引爆全網。所有人第一時間放大圖片，然後全都睇到嗰8個字：前塵已清，各自生歡。一日之間，整個華語娛樂圈炸開，有人震驚，有人心疼，有人感慨，更多人開始討論一個12歲嘅孩子到底經歷過咩，先可以寫出咁平靜但又咁決絕嘅一句話。評論區裏面無數人留言，有人話呢個孩子太懂事，比成年人更加體面。亦有人開始反思，一個父親缺席太耐，最後失去嘅可能唔止係陪伴，而係孩子心裏面那個位置。原本一場準備向全世界展示幸福嘅婚禮，因為呢8個字，風向徹底改變，外界開始重新審視呢場盛大婚禮。之前大家關注嘅係鑽石，係豪居，係直升機，係明星陣容，但而家大家關注嘅變成咗另一個問題。一個男人擁有全世界嘅掌聲，但點解留唔住自己孩子嘅心？輿論發酵之後，婚禮背後嘅商業合作亦開始出現變化。因為品牌最重視嘅從來唔止係曝光，更加係形象。當一場原本象徵愛情、幸福、家庭嘅盛宴突然被捲入親情爭議，所有合作方都會重新評估風險。原本準備借助婚禮獲得關注嘅品牌開始保持距離，有啲活動安排被調整，有啲宣傳計劃被重新考慮。一場原本精心設計嘅盛大舞台開始出現裂痕。總統套房裏面，謝霆鋒望住手機上不斷跳出來嘅消息，臉色越來越沉，因為無論佢打開邊一個平台，都不斷見到同一句話：前塵已清，各自生歡。8個字好似影子一樣跟住佢。佢曾經以為只要有足夠大嘅排場，足夠轟動嘅婚禮，就可以證明自己人生嘅選擇。但而家一張普通宣紙令所有人開始關注佢曾經錯過咗啲咩。而呢個時候，謝家內部亦出現咗另一種聲音。尖水灣老宅裏面，年邁嘅謝賢睇住網絡上鋪天蓋地嘅討論。佢一生經歷過娛樂圈無數風浪，見過輝煌，亦見過低谷。但今次最令佢難受嘅唔係外界批評，而係孫仔寫下嘅8個字。因為老人家明白，對於一個家庭來說，最大嘅遺憾唔係錢少，唔係名氣唔夠，而係親情一旦出現裂縫，再多東西都未必補得返。佢知道兩個孫仔成長過程中有好多時刻本來應該有父親陪伴，但現實裏面陪住佢哋長大嘅更多時候係媽媽。呢張宣紙唔單止係一封回信，更似一個孩子替自己講出多年未講出口嘅心聲。婚禮當天，中環酒店依然燈光璀璨，現場佈置得極盡奢華，數萬朵鮮花，水晶吊燈，所有細節都依然按照原計劃進行。賓客陸續到場，攝影機不停捕捉每一個畫面，但慢慢地，所有人都發現一個奇怪嘅地方：男方親族席出現咗明顯空缺，原本應該坐滿嘅位置變得異常安靜，空出來嘅座位喺璀璨燈光下面，反而成為全場最明顯嘅存在。記者不斷按快門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呢一幕將會成為呢場婚禮最特別嘅畫面。謝霆鋒站喺現場，西裝依然不挺，但心情已經完全唔同，因為佢終於明白，一個人可以擁有事業，可以擁有掌聲，可以擁有萬眾矚目，但如果失去最親近嘅人認可，內心始終會有一個空位。之後，外界又開始出現另一種聲音，有人話會唔會係張柏芝安排？會唔會係成年人影響孩子？但隨後張柏芝發佈咗一段非常簡單嘅畫面，冇回應爭議，冇解釋過去，亦冇攻擊任何人。畫面裏面只係屋企一張普通飯桌，一碗熱飯，幾樣簡單家常菜。昆塔斯坐喺桌前安靜食飯，配文只有一句：
練完擊劍，肚餓啦，簡單到不能再簡單。但正因為簡單，反而讓所有人明白呢件事唔係一場精心安排嘅復仇，唔係一場成年人的算計，只係一個孩子用自己嘅方式表達內心真正嘅感受。所以當大家再回頭睇嗰8個字前塵已清，各自生歡，先發現真正有力量嘅，從來唔係價值2.8億嘅婚禮，唔係直升機，唔係煙花，更加唔係豪滿光環，而係一個12歲少年用最簡單嘅一張紙守住自己最後嘅尊嚴。有人問呢場較量到底邊個贏？其實冇真正贏家。張柏芝贏咗尊重，但背後係多年獨自承擔。謝霆鋒失去咗部分掌聲，亦失去咗一段本來可以更親密嘅親子時光。而昆塔斯所謂嘅人，其實背後藏住嘅係一個孩子過早成熟嘅代價。因為最令人心酸嘅唔係孩子會反抗，而係有一天孩子連反抗都唔需要，只係平靜咁講一句各自生歡。有時候